今次我係坐緊蘿蔔快跑，一個無人駕駛嘅出租車，前往屏山區嘅碧嶺水質淨化站去睇荷花。話說今次呢個蘿蔔快跑呢，竟然可以坐喺司機嘅旁邊位置，即係呢個副駕駛位置。同埋今次呢，佢係將個軚盤用呢個透明罩笠住。咁上年呢，我都坐過嘅，上年呢係唔可以坐喺呢個車頭嘅乘客位置㗎，而且當時呢，佢嗰個軚盤係冇呢個咁嘅透明罩笠住嘅。咁相信可能係驚俾乘客騷擾啦，咁所以笠住咗，咁就安全好多，亦都可以批准俾啲乘客坐喺車頭嘅副駕駛位置啦。同埋今次呢，我係去程以及回程透過百度地圖打車呢，佢都係安排咗呢個蘿蔔快跑嘅無人駕駛車輛俾我。仲有佢進步一點就係，上年呢，我打車必須要去佢指定嘅上車點同埋佢指定嘅下車點，有少少唔方便。但係今年呢，佢可以做到真係點對點，我喺邊度打車邊度落車，佢完全係滿足到我嘅要求。如果你哋想體驗呢個無人駕駛車輛呢，就必須要透過百度地圖去打車，又或者下載蘿蔔快跑嘅 app。咁同埋只有屏山區先至有呢啲無人駕駛的士嘅啫。咁聽講南山區都有，但我唔知啦，詳情就總之屏山區應該就係最多噶啦。因為蘿蔔快跑呢就係同百度地圖合作嘅，所以只能夠透過百度地圖進行打車。至於你哋好多人常用嘅高德地圖呢，應該就冇呢個服務，係佢哋冇合作關係。同埋今年打車我發覺同上年有個分別就係，你打完車之後，佢就會顯示個車牌 number 俾你啦。咁最初呢，我都以為就係車頭車尾嗰個鐵牌嘅車牌 number 原來唔係喎，佢會喺擋風玻璃同埋後玻璃呢嘅角落頭都會貼上一個4位數嘅 number。通常我見到其他蘿蔔快跑都係4字頭嘅同埋4位數嘅 number。咁呢個呢，就係嗰個車輛編號。而當你透過百度地圖打車呢，佢都係會顯示呢個4位數嘅車輛編號嘅，而並非車牌 number， 並非車牌 number。呢個呢就要注意翻啦。至於收費方面，會唔會平過有人揸嘅的士呢？係咪平啲呢？我唔知。去程我就係由錦龍地鐵站打去屏山碧嶺水質淨化站，收費就15個幾。回程呢，就同樣都係屏山碧嶺水質淨化站打車過去月齡購物中心，月齡購物中心都係喺屏山區嘅，咁就收咗20蚊鬆啲。係啦，仲有提醒翻你哋，如果你哋之前未坐過呢啲無人駕駛的士的話，你去到車旁邊，佢係車門上邊會有一個好似手機按板或者指紋密碼鎖嗰種咁嘅設計，有啲 number 嘅，你就輸入你自己手機尾數，輸入你嘅手機尾數4位數，手機4位數，咁佢個車門就會打開噶啦。而家途中呢，都會見到另一部嘅蘿蔔快跑，喺屏山區呢，都枕住會見到呢啲咁嘅蘿蔔快跑嘅無人駕駛車輛喺道路上行駛。蘿蔔快跑除咗喺車頭同埋後排乘客位呢，都有一個操控面板嘅，可以俾你選擇溫度啊、車廂溫度啊，以及進行一個播歌操作嘅。如果你係有網易雲音樂嘅賬戶，就掃描二維碼，咁可以登入你自己賬戶噶啦，咁就可以播翻你自己裡面嘅 playlist。